美国总统川普伫咧月初签行政命令，以报道事片有政党色彩做理由，要全面来停止联邦对美国公司甲公共电台赞助。但即马，川普政府是寄予公共电台提告违宪。另外，川普政府拍算要求所有要申请去美国读册外国学生接受社群媒体审查，目前也已经暂停安排学生签证的名单。美国全国公共电台 NPR， 而且是联合科罗拉多公共广播电台等3间电台，伫美国华府针对川普政府5月初行政命令来提出诉讼，强调这个行政命令停止 NPR 和美国公共电台 PBS 接受联邦经费的资助，已经明显违反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First, it is a direct effort by the government to control content and viewpoint in the journalistic sphere. And that's one of the most egregious First Amendment violations there can be. In addition, it's seeking to interfere with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local stations and their choice of national content. 川普5月初一签行政命令，要求公共广播公司 CPB 董事会全面停止对 PBS 和 NPR 的联邦资助，理由是这2间媒体长期报道拢无公正，是有党派色彩。这个行政命令强调讲，无任何媒体有得到纳税人补贴的宪法权利，政府有权决定讲什么类别的活动会当得到补贴。因为 PBS 的招牌节目《芝麻街》长期拢伫个节目内面考试川普，引起外界质疑讲这是川普对 PBS 的生效。另外一方面，川普政府进前下令撤销哈佛大学教授国际学生的资格，进前佫拍算要终止联邦政府和哈佛大学村内所有的合约，价值差不多是1亿美金，合代票是超过30亿，互哈佛的财政是面对佫较大的打击。而且一大堆哈佛的师生伫学校内面对川普政府一直打压发动示威。Freedom of speech and due process, these are the foundations of the American system. These are the foundations of a free society. But Donald Trump is attacking these freedoms because they get in the way of his authoritarian takeover. This is what authoritarians do. 另外一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签的电报指出讲，川普政府当考虑要求所有申请去美国读册外国学生接受社群媒体的审查，审查的内容还佫无明确，但是讲到目标包括阻挡恐怖分子入境和打击反犹太主义。为了准备相关的措施，美国使领馆已经接到指示，暂停安排新的学生签证的名单。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